喂，麵包控今次唔好走寶啦！今日竟然俾我喺氹仔美景花園揾到間寶藏嘅菲律賓麵包店 Mano Bakery 麥羅烘焙，主打就係超高性價比嘅菲律賓麵包，全部都係每日新鮮人手現整現焗噶。即經過鋪頭都聞到佢隻麵包香啊！佢呢度最招牌嘅咧就係呢個邪惡到爆嘅奶酪麵包，係滿滿嘅芝士奶油餡，面頭仲灑咗呢個菲律賓鹹奶油，一啖咬落去鹹鹹甜甜，口感勁豐富啊！仲呢個鹹牛肉麵包都非常之有驚喜噶，牛肉加洋蔥再配埋呢個辣味蛋黃醬，仲插住咗一啲醬汁俾你，酸酸地非常之清爽。菲律賓麵包就出咗名係偏甜噶啦，所以呢個時候同時可以喺呢度整翻杯冰美式，中和翻啲甜味，成個人舒服晒。除此之外仲有超多嘅菲律賓麵包俾你揀，肉桂卷、班蘭卷、西班牙椰子包等等，每款都係性價比超高，平到爆啊！同埋臨近復活節，佢哋都推出咗復活節嘅系列，呢幾款都係期間限定，仲有復活節嘅彩蛋曲奇。如果想試一下唔同嘅麵包風味，記得過嚟呢間 Mano Bakery 試下啦。